今年台湾灯会伫高铁灯区，除了22公尺宽的主灯，甲将近300座的花灯以外，也有70多座国内外表演团体。其中上受注目的团体，就是来自台北的舞蹈新乐园，因为伊嘛是这届台湾灯会唯一连续演出42场定舞剧的团体。这届因特别为灯会打造独一无二的体验舞台，无论坐咧享受全景，还是有机会伫舞台身躯边，拢是真特别的体验。最特别的呢，它是沉浸式的。我们是邀请观众呢，是可以跟舞者一起穿梭在舞台中，所以参与在舞台上的观众呢，也是表演的一份子。那这一次呢，在高铁灯会的灯区，我们打造了这个很特别的舞台，四周是有阶梯观众席，也可以坐着的，所以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角度，全景式的演出。那也可以走进舞台上面来做一起参与。每一个场次是200个观众，可以在舞台区中央一起做沉浸式的参与。那我们也特别呢，在每一场演出之前，我们有创作了一首打卡波这样子的舞曲，是把台湾的各个阵头的脚步融合在其中。也邀请各位朋友们呢，都可以来现场跟我们一起学这个舞蹈，一起打卡波。也是让观众成为节目当中重要的一份子，就是因希望传达的感受，邀请所有游客伫开幕以后做回来欣赏，不只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水，更亲身体验台湾美。台南新闻，阮子何秋芳采访报道。